開心同各位喺靈修3分鐘裏邊都一段好長嘅時間，我哋不知不覺講咗箴言30日、傳道書30日、詩篇185日，我哋繼續去分享詩篇上帝嘅說話。今日同各位分享係詩篇139篇第23到24節，係詩人一個嘅禱告同埋一個嘅宣告。詩人咁樣講噶，佢話神啊，求你監察我，知道我嘅心思，試煉我，知道我嘅意念，看在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，引導我走永生嘅道路。嗱，詩人裏邊3個好重要動詞係非常之精彩嘅。第一動詞話求神監察我，第二個動詞係求神試煉我，第三係要求神係睇我嘅內心。各位人好多時係睇外表嘅，但係耶和華上帝係睇我哋嘅內心嘅。冇一個人能夠喺上帝面前能夠逃避耶和華嘅法眼，因為耶和華係睇透、睇穿、睇清楚我哋嘅內心，我哋冇辦法去喺耶和華上帝有任何嘅隱瞞嘅。弟兄姊妹，詩人好好啊，佢求神監察我，監察我意思係求神去審查我嘅心思。第二，佢求神要試煉我嘅意念。第三係求神要睇下我嘅裏面。3樣嘢，無論係心思，無論係意念，無論係裏面，都係講內在嘅世界。弟兄姊妹，我哋要好好去檢視，好好去檢討，好好反思同埋管理我內在世界。內在世界非常之重要，因為我哋嘅心思、我哋嘅意念、內在世界係影響我哋嘅外在嘅行為。嗱，詩人繼續咁樣講㗎，佢話求神幫助我，引導我走永生嘅道路。原來人喺人嘅面前有永生嘅道路，有永死嘅道路，有光明嘅道路，有黑暗嘅道路，有上帝嘅道路，同亦都有魔鬼道路。我哋要作出好多好重要嘅人生嘅抉擇。嗱，詩人祈求耶和華上帝不斷去引導我哋行喺呢個永生永恆道路裏邊，行喺上帝道路裏邊。嗱，按照詩歌智慧書，按照律法書，佢都不厭其煩。耶和華上帝係透過律法，係幫助我哋行喺上帝嘅正道當中，行喺上帝嘅永生道路當中。今日盼望呢2節嘅經文成為我哋全日嘅靈修、全日嘅思想。